最近天氣越嚟越熱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香港嘅熱情。大家喺搭地鐵同埋行商場嘅時候，有時都會聞到一啲尷尬嘅氣味困擾。其實多汗同體味嘅問題，可能比想象當中更加普遍。傳統汗腺處理 Mirror Dry 雖然可以做到短期控制腋下嘅汗水，不過局部嘅汗腺抑壓可能會觸發身體嘅應急反應，原本腋下嘅濕度感有機會轉移去前胸、後背嘅部位，造成新嘅困擾。更值得注意嘅係，入針針療程係需要麻醉同埋1至2個月嘅恢復期，對於需要成日抬手工作同埋熱愛運動嘅人士，實際影響可能超出預期。而針對異味嘅根源，現有 Mirror Dry 嘅技術主要係針對處理汗液嘅分泌量，對於異味源頭嘅作用相當有限。而喺2025年，為咗避免傳統療程嘅問題，新推出嘅 Dr. Sweat 療程可以喺免開刀嘅情況下，同時做到止汗同埋除臭。Dr. Sweat 雙探頭射頻技術，成個療程都係非入侵性，唔同出汗問題永久減少95%。對於傳統嘅 Mirror Dry 只可以解決腋下，而家仲可以解決埋手掌同腳底嘅多汗問題。